好许多的冷冻鱼、草鱼、蓝莓拢验到有 A 型肝炎病毒，业者嘛公告退货补偿方案。有消费者反映讲，因去退货领慰问金，好许多要求因爱签放弃提高权利的和解书。高雄市的消保官是表示讲，会要求业者明仔早起出面，甲消费者和解的条件该说互清楚。美食大卖场 Costco 的冷冻鱼、草鱼、蓝鱼，一个月来小连续防验出 A 肝病毒。虽然业者进前讲会当替消费者商品原价，而且补偿共计慰问金，也愿意付出检测费用加较紧的医疗费。不过有消费者去领慰问金的时阵，却发现爱签和解书，放弃内容包括提高等法律权利，引起议论。健康一定是自己最重要的啦，还是要看后续应该要怎么。对消费者比较好的做法，不是这样叫我们消费者放弃。就算冷冻鱼标出问题，引起众人退货，25早起卖场也未开，也是有民众担要入去买物件。也因为 A 肝的检复期平均是28到30天，有消费者烦恼签和解书了后，万不伊感染到 A 肝，会影响到赔偿权益。今嘛高雄市政府也要求业者2日爱出面说明。5月11号，他既然已经有提到，万一确诊之后的处理，那如果说在这个和解格式里边有所谓签署之后领取补偿之后，以后万一的时候确诊却没有办法或受到限制，那当然这个跟他的承诺是有出入。高雄市政府到目前为止收到15件 A 肝冷冻鱼的消费诉讼，消保官提醒，若准消费者无食到商品，尊重消费者签和解书退钱的可能；若准有食到腹肚烦恼感染 A 肝，建议听候厘清和解条件了后，才考虑敢要签。消保官也协助消费者所刷落来协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